听说你做的面包超级好吃哦，都要预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都做订单为主啊。哦，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师傅，就是你的父亲。对，我爸做这行55年了。55年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要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呢。燕宇说他要推出好几道面包哦，他今天要带来的是一个无花果的吗？对，无花果加上我们的核桃跟南瓜馅。哦，好，赶快来做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材料呢？因为我们不一定每个家庭都有搅拌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就是用具有塑料袋1个跟橡皮筋，教大家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免油面包的做法。然后手都已经事先洗好过了哈。我们将我们的高筋面粉呢放到我们的袋子里面去。然后把它挖个凹槽，将我们的干酵母放进去。所以对于新手想要做面包的观众朋友来讲的话，我们会建议他用这个快速的干酵母。对，轻松简单方便又不会失败。然后我们将我们干酵母盖上粉之后呢，再将我们的糖跟盐再上去。为什么要做这动作呢？是怕我们的糖跟盐影响到我们酵母的活性啊。它等一下可能就发不起来，这样会。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糖酵母直接放在一起跟盐巴哦，要么就被甜死了，要么就被咸死了哦。所以一定要用面粉先把它盖起来之后，再放我们的糖跟盐巴。这个动作其实非常重要，很重要。对，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它稍微的放空气里面摇一摇，混合一下。再将我们的水，就是我们的湿性材料，就给它下去。还有我们的南瓜馅，好，我们一样先摇一摇。之后呢，我们将橡皮筋把它绑起来。啊，这样就好了，都不需要用手哦。要，因为我们手去把它揉揉捏捏啊。然后捏到它没有粉角，就是说不要一块粉在袋子里面，这样它可能会搓得不均匀，会影响到发酵。最主要搓到5分钟之后，它自然水解它的蛋白质，会产生面筋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轻松制作一颗面团了。但是一定要搓5分钟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哦。对啊，因为手会握力啊，像一般说真的想健身，这个比那个健身器材还好玩。然后做好之后有烤箱，又烤出香香喷喷的面包。好，搓到我们大概是看到很均匀的鹅黄色之后呢，我们就让它松弛一下。是。我们打开来，将我们的核桃啊，还有无花果给它放进去。我核桃就先给它下去，等下靠手去把它搓。然后我们无花果呢，先把它剪刀剪2刀。好，这个无花果呢，一般来讲呢，就是那种算是烤干的，或者是说日晒之后的这个无花果干，对不对？对，营养成分很好。其实基本上我们今天因为加了无花果，我们的糖呢也放的比原本我们要加的那个比例要少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它继续放在袋子里面，橡皮筋绑起来，再继续搓揉。大概还要再搓揉多久？放完馅就是拌均匀嘛，大概是1分钟至2分钟。这个概念是跟搅拌机一样，搅拌机是甩打到出筋性，这个是搓揉到完全全面，用静置的时间让它产生筋。静置了30分钟，然后我们手呢一样先沾个手粉，就搓一下，之后呢记得刮面刀辅助。然后把它折个像长方形，然后我们这样折再折，这种简称3折1次，就是把内外的面团的温度做均匀化的动作。之后呢，再折再折，就是这个动作。好，这个动作才叫做翻面哦，不是说塑胶袋正面变反面，反面变正面哦。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哦，这个翻面很重要的啊，因为它会让发酵的这个会比较均匀哦，不然你有的地方发酵可能很漂亮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地方它可能还在那边休息，还在那边睡觉就不行了哦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再半个小时，好，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整形的这个动作。那我们现在
已经经过半个小时了嘛，对，我们就来做这个整形哦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面团呢，就是我们的打好的面团，我们要切多大呢？就准备你的刮板去切，我们一条大概是切80公克。分割好这是滚圆，就是手拱起来动作一个凹槽，然后靠大拇指到肌肉延伸到小妞妞，依靠桌子向左右大范围画，就简称的滚圆动作。好，你不要去压那个面团哦。我刚开始在学这个面包的时候，我也想到，结果哇，弄得好紧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它很紧的话，待会儿你又要让它醒嘛。对，又要一段时间。对，时间会花更长。松松的一下。好，之后呢，我们再静置的大概是15分至20分，再做整长形或是圆形的动作，再放入烤模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来整形喽。哦，你要圆的，要方的，要三角形的，各种形状都可以。各种形状，就是这个时候最好玩了哈。对，好，我们刚才松弛过了大概15分至20分钟，我们拿我们的面团呢，轻压拍平，如果擀面棍也可以，如果没有就是手部操作。好，左右稍微整一下。向下压平折，做出一个长棍状态。如果有模具呢，就是看模具的长度是多少，就放进去，然后它就胀起来。好，一定要把面团再翻过来哦。对，然后左右把它内折一些。好，这样之后呢，就成品了。我们就是要让它再发酵。好，那发酵到什么程度嘞？稍微松弛一下，因为它这模具好处是让它稍微胀一些，就可以拿我们的裸麦粉做表面装饰。为什么要裸麦粉呢？因为它裸麦粉在附着面团表面，它才会吸附。如果是白面粉呢，它手一摸就会掉的。好，这样子之后我们就要送入烤箱去烤。对，这时候进入我们烤箱，预炉温大概是200度。好。那我们再将我们的时间调到18至20分钟。可爱的这个南瓜跟无花果合桃的哦。啊，其实我非常喜欢面包长成这个样子啊，好像那个蚕宝宝一样啊，长长的。对啊，很可爱，而且就做这种比较小型的哦，不要太大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拿在手上就可以吃了，好像也不用再切割了嘛，哈。所以呢，观众朋友呢，可以尝试做看看今天这个比较小颗的这个面包哦。